因滚滚的鸟花倒伫烟圈中模样真古锥，伊叫做行眼鸟，是今年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所设计 IP。超可爱，我觉得它的外观跟配色都很可爱。10公尺悬的古锥行眼鸟，壳装翘翘，拍伫咧321项艺术聚落，这是台南展览区内底除了会当看到台南的历史，为这只鸟的形象，会当了解当初伫咧设计时先怎要用这只鸟花。这只很会抓老鼠的印尼猫，它是当年跟着荷兰商船，那一路辗转就来到台湾了，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台湾跟世界的连结。这只鸟花已经成做台南文化代表，文化局嘛开发地亚等等文创商品，文博会嘛举办真侪活动，和台南就亲像伫咧举办嘉年华会，邀请大家同齐来吃倒落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